成王爷阴阳判。惊失眠又惊困去，惊会忘记你，惊找回有你的记忆。思念的天线，过海过山岭，情做风送着你的形影。天女啊，一、两、三，差票对一票，我看你这写100面书。啊，恁遮的人吼，哪会拢遮尔浅见啦？恁敢无看到讲迄个故事，伊三番两次去遭到雷击之苦，所以讲吼，这个缘分一定就是咧讲白贼啦。这雷击哦，无得个是天理理，找雷震子斗相共的啊！接我这个故事变翻口经的啦。我是天神的，我做任何代志吼，拢是凭空处理，绝对袂感情用事啦。你若是讲我白讲吼，看我安怎甲你修理啦！两位助手，天女、印度，我虽然是初次身为地方上的城隍爷，经验不足，初次办案就拄到阿弟仔这件复杂的案件，我需要各位的协助。常爷，啊无吼，规矩你亲心来审啦。伯爷讲了有理呢。也毋过，今生袂用离开庙内，是要安怎来审？有啊，会当落地狱问阎罗王，查生死簿，看恶行行行行，就知影这个案件的关键伫倒位啊。对。吼，袂负气啦，安尼伤麻烦啦。无，你敢有较好的办法了？这毋遮简单，负心就会使啊。金身护体，这毋是凊彩人拢会用的呢。啊，这个时阵，咱是要去倒位找当机啦？看到无？涂骹倒的这阿弟啊，啊对，夭寿哦！你甲看这个吴家囡仔，迄天眼已开啊呢！啊，咱若无想讲，这是上甲适当的人选啦。哎呀，既然如此哦，我请城隍爷金身护体。啊！你安尼舞规暝哦，这案情嘛无啥物进展。啊，冤魂声声句句都家定讲，迄个凶手就是柯春花。啊，我看安尼啦，咱规去哦，把这个柯春甲抓来定罪问斩。啊，这个案件转安尼煞，大家好倒来困啊！行啦，行啦。大人啊，安尼未免太啰嗦，人命关天。哦，对。可是，我知影，你在世的时阵，常常受到你的心腹苦毒，所以你对伊有恨意。今仔日，才会将所有的罪撒到伊的身上。你是什么人？你毋是阿弟啊？我是啥并无重要，只要你会当赶紧随时回头，将代志的真相讲出来，安尼才会违背天理，因果报应。可是，你是安怎不爱放下心结，赶紧轮回轮回？相公呀，你是相公呀，免我再错。你知影错，
拢袂歹。赶紧将事实的真相讲互管老爷知影，安尼才袂使害人之心，流人世间，造成后代业障。来啦来啦，买豆腐啦！白泡泡又明天豆腐进来交关啦，来啦，来哦！买豆腐哦，来啦！我来一块搁面搁油的春花豆腐。你人也无伫个，你是咧惊啥？因为阿龙就要转来啊，你紧转去啦。好啦好啦，安尼我先来走啊。这对袂晓变相高人啊！我加点仔头来暗去，尤其春花你上好当。一定要你世界足歹看，你使有够好当，你搁走，你做嘛做无聊？阿娘，你是咧创啥？弄较大细声，小鼻尖的，甲插去。我咧拍鸟鼠啊！拍鸟鼠，我看吼，你是做代志做到无欢喜啦，才敢要甲我糟蹋的吼。你我安怎？对啦，阿娘，暗顿是煮好无？我是甲你讲吼，这阿龙吼暗时先顿，到时哦要食要暗顿，你就知死。好啦，我知啦，我随时来煮啦。安尼毋才较差不多。恁这死鸟鼠啊！你若赶过来哦，我再等用皮送互你食，看你敢不烫手无？春花啊，我知影你腹肚会枵，我先煮一碗面要来互你食啦。啊，你是无看我咧无闲了啦？真的啦。无啦，我是讲面就爱趁少食啦，啊若要冷去哦，会糊糊歹食啦。我就甲你讲我咧无闲，你是无听，足烦的呢，囥个啦。好啦，无，春花，啊你都爱会记食呢。阿娘，我知啦，好，无啦，出去，我出去啦，出去啦。阮当是迄死金子，叫伊小等一下，等。春花啊，我回来了。阿龙，你哪遐尼啊早就回来？啊，我事头做完，我当然嘛要回来，无我要去倒啦。对啦，你坐啦吼，我来拜拜吼。哎，小等，春花啊，你莫我入门，啊你就要出门。哦，我做事做规工，腹肚足枵的呢，你嘛煮一个暗顿我食咧。翁诶，你坐啦，你毋是腹肚枵？喏，那毋是一碗面，你紧食啦吼，我先来去。哎，春花啊，你小等。春花啊，啊你即摆要出门，一定爱去食饭吼，无做面互你食啦。免啦，翁诶，腹肚枵的人是你啦吼，我甲隔壁阿头约好要来拜拜，袂赴啊啦，你食啦吼。吼，恁这鸟鼠哦，死到无半只吼！哎呦，阿弥陀佛咯，想袂到你老这天，是讲迄皮霜哦，哪遐厉害啊！阿娘，我想想，哎呦，我阿龙会死啊！我惨啊，阿龙诶！阿龙，阿龙诶，是我给你死阿龙，阿龙诶，你死我啦！哎呦，戆囝，也面是要出来啊食，你哪会个食啦？阿龙，阿龙。
想到我袂当毒死你这查某，我当作全是我家己的囝。我做几人愿帮你算，我一定要让伊来做破。我一定要让你这查某，不然我为你是害死后世，毒死大家歹媳妇，这都是代志的真相。是啊，照安尼甲听起来，这个案件真正是曲折离奇啊！是啦，代理，这个案件总算水落石出，真相大白。啊是讲，这个案件叫本官是要安来判？这真凶已经死去啊！啊，本官哪有可能抓一个冤魂来治罪呢？代理啊，这一切有天理可断，咱只要把勇敢的代志管得好就用的。今麦上重要就是赶紧回府，将蒲春花甲李金水因两个所犯的罪行来做一个定案。是啊，你讲有理，本官嘛是安尼想。来人啊！在回府。是。万夏将军，在将寇氏带回地府，交给阎王主理。遵旨。阿姐啊！阿弟啊！阿娘！不论我所无报，这是阿娘的罪孽。你甲姓王也有影，你太到伊的面头前，看我做一寡善事，甲阿娘这一寡恩德。阿爹一定听阿娘的话，好我做人。阿娘要来去啊！阿娘，阿娘，阿娘你莫走啊！阿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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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娘。老爷对来报道啊！哎呀，赞！是讲哦，讲啊！啊，迄个春花啊，甲金水的这个案件，唔是假案啊！啊，你无伫豆腐店做头家，啊，你走来这庙内要创啥？我倒来翻修这间庙啊！夭寿哦！你要翻修庙？夭寿了。我当然是袂晓修啦。不过我有钱呢，我会使请来涂水师来翻修啊！啥？你有钱诶？啊，你钱要对他生出来？我甲豆腐店卖掉啊！夭寿哦！高爷啊，啊你将豆腐店甲卖掉，无你要住倒位哈？我赶快大家。啥？大呀？系啊，安尼以后你绝对袂无聊啊！安怎？还是你的位置遐吼？哎呦，无啊啦，我要住遐啦，我要来去后壁吼，找一间房间安尼哦，但是翻修到舒适，以后我要来住遐啦，再见。高呀！姓王爷在上，地主是住伫个城南金柳庄庄主黄有田。伫个1年前，我的查某囝黄婉丽得着怪病，找遍名医，拢无法度将我的查某囝这怪病医好。今仔日听讲姓王爷发立无边，会当驱魔治邪。地主恳求姓王爷会当大发慈悲，指示地主会当找到好的名医。以后我的查某囝的怪病，地主甘愿以一半的家产，甲我的查某囝嫁予伊，绝不食言。放我出去啦！放我出去啦！哇，无搁吵啦，去叫伊困啊啦。你叫我阿爹来，叫阿爹把我放出去好唔？王安妮啊，你是要安怎？阿
弟拜托啊，莫甲我锁伫咧房间内底，我要出去，我要出去啦！袂用的啦，拜托啦，我会乖乖的啦，我袂走，拜托啦！是你讲你会乖乖的听话哦。我乖乖，放我出去，放我出去啦！阿全，锁到旁边。阿爸出去。反你啊！局长，创啥你啊？你莫出去啊！反你啊！你不是甲我讲你要乖乖？阿爹，有人找我啦！有人找我啦！无啦，反你啊！无啦！阿爹，有歹人啦！真正有歹人！无啦！小姐，你莫来！反你啊！反你啊！小姐，反你啊！阿全啊，你莫当我采用，紧叫家这个对啦！哦，小姐，反你啊！我有点，真是人做啥歹心报应，这世人才来受报应。啊天光光啊，我要来去拜拜哦。遮尔啊早，看这安娘爱食水果来甲拜，安娘一定足欢喜的。遮尔啊早，又搁是风高野外，哪有查某人的哭声？嘿，啊，可能是，我伫遐普通时也无做啥物亏心事啊。为你伤心又何必我的手，我想你遐奇怪，我这符咒现在敢破解嘞？我哪伫咧阿兄房遮？我伫遮做啥？怪手哪安尼？我伫咧为阿娘的梦哦，我哪会做出这么不好的代志？哪会发生这款的代志？这人哪昏倒伫咧遮？到底这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哪安尼？我头壳就疼，我头壳就疼。心头加贵酒，就爱你。嘿，姑娘啊，啊你是？夭寿哦，结婚大法。哎呦，这无惨哪会挡会条啊！我紧来，我归位还归尾，惨啊！太歹势，无啉酒无法度，哎呦，酒神来呀！呀！姑娘，你是谁哈？姑娘，你是谁哈？唔是啦，我是问讲你是谁？
唔是啦，我是问讲你是啥？三文七片，跟他收出来一分三片尔。啊！这是啥？我叫你阿胖。哈，是几绿花呢？就水耶！哎，这个公园那变安尼戆戆呆呆。哎，啊，水姑娘啊变甲这款呢？哦吼，是虾米人这么恶质，变这款出头啊？就怪我卖滴哦，我卖滴啊！别去，我周先那是新鲜界上界有正义感的新鲜，我绝对要插到底。怕通滴滴有声，情泪滴落你敢看无影？黑暗暗的窗外，唱你心歌，明明无情不知感觉。风雨声吵阮几落暝，失恋的人有失眠权利。莫讲我爱唱歌是心欢喜。伤心事用唱歌袂记，你是